扎西德勒，大家好，我是 Danzin Dandar。今天呢是2021年的1月1日，新的一年里呢，祝福大家身体健康，新年快乐，吉祥如意。罗萨拉扎西德勒 Happy New Year，萨瓦迪比麦克拉。那寒流来袭，气温骤降所以请大家要穿暖和一点，注意保暖，请好看收嘞。那连假期间出门呢，请大家也要注意安全，开心的出门，平安的回家。那防疫期间呢，请大家也要戴好口罩，勤洗手，保持社交距离，做好防疫的工作。今天是2021年的第一天，借这个机会呢，我们来开始森戒基敦发心总义的初级课程。松巴基敦啦，Dan Q 我平语写吧当系列，所以它分4个科判。第一个科判 Dan 呢是指所依，那大乘发心的所依呢有2个，一个是身所依履 Dan， 一个是行所依 Sam Dan 那 Q 呢是在讲说发起大乘发心的因，所以呢下面会讲到4因4缘，以及大悲心等等的。好，那第3个科判呢是我，就是大乘发心的体性。那在这个科判呢就会去详细探讨大乘发心它的相性，然后呢以及它的分类。那第4个科判呢是偏运，就是大乘发心的利益，发起了菩提心大乘发心以后会有哪一些功德？偏运下宝当系列。那第1个科判 Dan 所依前面这边有几页呢是在讲一些他宗的讲法，然后呢自宗如何去破除他宗。所以呢我们先直接来看自宗的部分，那之后有机会呢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因为在这边有很多的破他宗。像第1页这边就在探讨说，大乘的发心，那在佛教的4部宗义里面有哪一些是承许大乘的，有哪些是不承许大乘的然后呢以及在讲那个行菩提心跟愿菩提心的所依有哪些差别所以这边有几页都是在讲破他宗。那我们先跳到自宗这边来看。好，我们看到自宗的部分让入自宗。好，那自宗呢在哪一些的身所依之上呢是可以升起大乘发心的呢？把不能升起大乘发心的身所依先列出来排除掉这些在其他的身所依之上都是有这个机会堪升起菩提心的。好，所以呢在除了要把哪些排除呢？第1个恶因州者斩明年巴党，就是投生在北俱泸州者。再来萨玛党马宁党，萨玛党马宁呢中文这边是翻黄门那在俱舍论里面有讲到萨玛呢是没有性器官者，就是不具备男女性器官的。那马宁呢是它虽然具有男女2种性器官，但是它没有办法行那个作用的所以呢叫做马宁。那中文呢都翻黄门，那有些时候会把这2个当成是同样的。那它的差别呢其实在于说，一个是具有男女2种性器官但是没有功用，那一个呢是不具备男女性器官的。那再来呢讲缺崩党参面给雷都签萨拉马江华党这里是2个，就是说已经累积强大的谤法业，但是呢尚未尽除者。那另外一个呢是已经累积力量强大的无间业尚未尽除者。那有犯下非常强的谤法的人那他还没有把这个谤法的业给尽除的话呢，在这样子的身所依之上呢是没有办法升起大乘发心的。那以及无间罪弑父弑母弑阿罗汉，然后呢恶心使佛身出血，然后呢离呵呵僧这5个其中一个，只要呢造下无间业，但是呢还未尽除者呢他们的所依之上呢，在他们的这样子的身所依呢是没有办法升起菩提心的。所以呢他这边的强调的是累积力量强大的谤法业尚未尽除者，再来是已经累积力量强大的无间业尚未尽除者。这样子的身所依呢是没办法升起菩提心的。那如果曾经造下这样子的恶业，但是呢把它尽除掉的话，这样子的身所依呢也是有机会堪升起菩提心的。
那在这边呢，无色界者无色界者就是已经投生到无色界的众生。那无色界者没有办法升起菩提心，因为呢升起菩提心的话呢，他必须要悲悯众生的轮回苦，然后呢为了要免除众生的轮回苦而要去求得无上菩提，求得佛果。但是无色界者呢，他们互相呢没有办法认识对方，那再来呢，他也不会去看到色，所以呢他们没有办法缘其他的众生。那另外呢，菩萨呢也不会投生到无色界去，无色界呢并不是那个利他处，所以呢无色界者这样子的身所依呢没有办法升起大乘发心。那无想天呢，就是我们讲的长寿天，它是在第四禅天的一小部分。那投生到无想天的众生呢，他们的寿命非常非常的长，那他们的一辈子里面呢只会有2个想，就是刚投生的时候，我投生了这样的一个想，然后呢死亡的时候呢，我死了，就这样2个想以外呢，从生到死这个中间，他就完全好像在沉睡一般，什么都没有办法想，什么都没有办法做，然后就这样过着好几劫很长很长的时间。所以呢投生在无想天长寿天的众生呢，他们是没有办法去升起大乘发心的。那大梵天呢，有一个经书是有讲到说呢，大梵天他有很大的我慢，认为说所有的世界呢都是他创造的，因此有这样子的我慢呢，他也没有办法去升起这个菩提心。所以呢以上这几个把它排除掉，恶因周者，然后呢黄门，还有呢累积强大的8法业还未清除者，累积强大的这个无间业尚未清除者，无色界者，无想天，大梵天，这以外的6道其他的众生呢，都有机会可以最初的新的升起大乘发心。我们来看等以外的天人龙以及地狱等其他恶趣等所依呢，皆有心理。这边的心的呢，是指说过去没有发过大乘发心，没有升起过菩提心，是最初最新的升起大乘发心。我们看一下藏文的部分。然后呢，扎米念巴达恶因周者，萨玛当马宁党刚刚讲过了，萨玛呢是没有这个性器官者，那马宁呢是具备2种性器官，但是呢却没有功用者。缺崩党，缺崩呢就是谤法参昧给雷呢，参昧呢是5件业，参昧给雷，斗谦就是力量强大，斗是力量，谦是大，所以就是很重的谤法业，很重的这个5件业。萨喇嘛将吧，萨呢是累积的过去式，已经累积，已经造下了马讲瓦，马讲瓦就是没有清除，未清除者。然后呢，苏美巴党无色界者，独现美比哈无想天、苍千把、大梵天等等。然后呢，马多巴除了这些以外呢，来哈密卢达，哈呢是天界的众生天神，密呢是人，卢呢是龙，涅瓦呢是地狱，拉索巴等等等等。然后呢，拉索比碾松恶趣嫌其他就是说除了天界人界众生以外那龙还有地狱等其他恶趣的这个身所依呢，显然给颠来样其他恶趣的所依呢，也是能够怎么样？天仙生界萨杜界瓦约的可以新的升起大乘的发心。那这边呢，他引用了很多的经文我们来看。第一个夺雷，那这边这个夺呢，中文翻经那如果有看到之前那个法轮总义第1讲的影片里面讲到的那个经呢，藏文是尬呢是说这一席话、这番话或者是这个著作，它的原创者、它的作者是佛的话呢，那这个著作就叫做经。那这边这个夺呢，除了它的作者要是佛以外，还要是那个臭比诸故殊胜化身。那以在这个时期仙界千佛的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时期，殊胜化身呢，就是指导师释迦牟尼佛。所以呢，这边的这个夺呢，是专指释迦牟尼佛开示的经叫夺。在我们这个时期
好，那经里面他说什么呢？他说대체함일동차게장추둔이 샘께多写档。好，那中文呢是翻耳时，好，就是在那个时候呢，得一猜那个时候呢，千百天人众。好，好，这边的千百呢，并不是指说有1000个、100个，好的意思，它是10万，就是东差呢是以1000为一个单位，然后呢甲呢是100，所以呢有100个1000，100千就是10万。好，那有10万的天和人，好，所以天人众它是指天跟人，有10万的天神跟人呢发起殊胜菩提心，讲出对你生命戒多写的。好，那再来呢，以及在龙王海问经哈，或者是有的是翻海龙王请问经，好，路易给波甲次须比多嘞，好，路易给波呢是龙的王，龙王，那他的名字呢叫做甲错。好，那甲错呢做一个什么事情？做请问哈，请问佛陀的这一本经。那这经里面有讲到什么呢？还有说到路你是气东基讲出出的三界把松巴党。好，路呢是龙，你是气东是21000。好，21000指龙呢讲出出的三界把松巴党。我有讲到说21000指龙呢发起殊胜的菩提心。好，那以及在龙王海问经中说到21000只龙发起殊胜菩提心。只能少比多嘞，大家给对方因为现代准备给的冲比测，讲出彻度三给把送比些人。好，在报恩经中里面有说到呢，我等的导师释迦牟尼佛，那过去生呢，曾经呢投生到地狱，然后呢在成为一位在地狱里面拖着那个车的力士。哈，涅瓦呢是地狱，辛大呢是那个。直接翻的话是木马，那其实辛大指的就是车哈。那在地狱的车，整把呢是拉拖的意思哈，就是拖在地狱里面拖着车的这位力士呢，好，他在投生到地狱，然后呢作为一位拉车的这个力士的时候呢，讲出的三个不送不谢好，然后呢发起菩提心。好，这边。我等导师身为在地狱拉车力士时发起殊胜菩提心之故。好，那另外呢，假切罗巴雷和广大游戏经里面也有讲到说，好，假切罗巴雷他党、路党、女金党、直萨党、拉玛因党、南卡丁党、米扬基党。多切千波章的对吧？他给让他们把杨大伯作为讲出度生戒多写送给谢罗斯。好，在广大游戏经中有说到呢，无数的天龙、药叉、石香、飞天，好，那个迦罗罗、嘎罗扎，就是金翅鸟，人非人，大复行，发无上正等正觉菩提心。从这一些经里面呢，都是在讲说呢，六道的有情，都是堪升起菩提心的身所依，除了这一些以外。好，除了恶因咒者、黄门，好，以及累积力量强大的棒法无间业尚未尽除者、无色界者、无想天、大梵天以外，好，不管是在善趣的天或人，或者是在恶趣的地狱龙，或者是那个恶鬼呢，都是有机会堪升起菩提心的。所以你看，像这边讲到天人众有天跟人，那海龙王请问经里面呢有讲到21000只龙，龙是属于畜生道的。那在地狱道的众生呢，也是有机会升起菩提心的。比如说像佛陀过去生投生在地狱的时候呢，也是在那个时候发起菩提心的。那另外呢，广大游戏经里面有讲到天，天界的众生，龙呢畜生道。那药叉跟石香，应该是会被归纳在恶鬼道。那飞天呢，就是指阿修罗。那六道的话，飞天呢，它算一道。那如果是轮回5道的话，我们会把飞天、阿修罗呢归纳到天道去。好，那迦罗罗、嘎鲁达，金翅鸟呢，是属于畜生道。那人非人、大复行，都是属于畜生道的。好，所以呢，六道的有情众生都是有机会升起菩提心的。菩提心的身所依，好，有六道的众生。好，那既然上面引用了这么多的经，好，那我等导师本师释迦牟尼佛是在哪一个身所依上面发起菩提心的呢？好，我呢大家给对吧？第点讲了推给吧，因先呢第了多的习俗对吗？约的好，我等导师本师释迦牟尼佛呢是于何所依好发心的呢？对此呢，在经里面呢有多种的说法哈。那在
因为呢，在贤劫经中说到，于陶师之子能显之所依，首发菩提殊胜心。好，这边有讲到多得给桑嘞，好，多得给桑呢是贤劫经。那贤劫经里面有讲到什么呢？讲到说扎 ken 给 q， 好，扎 ken 呢是陶师，就是做手拉胚、做陶器的业者。好，扎 ken， 那他的小孩，好，所以呢，陶师之子，那他的名字叫囊介。好，那我看过有些人好像是放日光。好，那字面上呢，囊介呢是能显。好，那在这样子的所依上呢，党波是第一个，好，就是第一次发起殊胜的菩提心。好，在仙结经里面有这么说。那宁接贝玛高波与多雷呢，悲白莲花经，或者是大悲白莲花经，宁接呢是悲心，哈，贝玛是莲花，高波呢是白色，哈，所以大悲白莲花经里面有讲到什么呢？暂时假错以读给点啦，党波突假帕松，暂时呢是婆罗门，啊，假错呢是海，然后呢读呢是城，所以假错以读就是海城，啊，就是说佛陀过去呢，有一世他是一位婆罗门，那他的名字叫做海城，在这样子的所依呢，第一次好发起菩提心，好，所以呢，这边要讲哈，悲白莲华经中说到，于婆罗门海城之所依首发心。再来，蓬波松比多雷，哈，蓬波松比多呢是三运经，那恩是过去，哈。然后呢，冲本给不，冲本呢是老板商人的意思，好，那不呢是小孩，所以冲本给不商人之子，恩基电啦，好，恩嘎呢是这个小孩子的名字，叫做现喜，好，在这样子的所依，就是说，佛陀过去曾经投生为一位商人的小孩，名叫做恩嘎。现喜，那在那个时代呢，他遇见了大力如来，德心谢把贼谦，德心谢把是如来哈，贼是美丽漂亮的意思，谦是大，贼谦大力，所以大力如来。那在他的跟前哈，贼谦给中都当波图给巴松哈，第一次哈发心好。所以呢，在三运经里面有这么说，好，这边三运经中说到，过去于商人之子现喜之所依，在大力如来跟前首发心，好，只能萨比多嘞报恩经哈，只能萨比多嘞涅约心的真比给但那三界不是送比些，好，报恩经中有说到说于地狱拉车立誓之所依发心之故。